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107页的，就是于无量心处比第三类中，就这一段的倒数第6行。那接下来呢，就从是故要于自身认识二种我执开始。那这里就要说呢，自身认识二种我执呢，这里所讲述的两种我执呢，是指人我执以及法我执。虽然呢，我们会讲到说萨迦耶见的两种呢，它也是属于人我执，但是这里所指的两种我执呢，指的就是人我执以及法我执这两种。那我们在开始讲述就是这一段的时候呢，一开始就先告诉我们到说，两种我执呢，它的所缘为何、形象为何以及体性为何。那在了解了我执的所缘、形象以及体性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讲述到说，那我执的过患为何？那我执呢，它具备什么样的过失？那在了解了我执呢，它是一切呢轮回的根本之后呢，那就想要说，那要如何去除两种我执的方法？那也就是要证得呢无我，升起呢证得空性的智慧。那这是上述的内容所讲述的。那接下来呢，就是这里所讲到的，是故要于自身认识二种我执这边开始呢，到这段结束呢，它可以说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总说，或者说一个总结。那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说接下来呢，就是说，那我们了解了这些我执的过患以及该如何对治之后呢，那我们如何呢将它结合于自性相续？特别呢，就是关于宗喀巴大师呢所著的这些论点呢，像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入中论善显密书》也好，或者说呢，广论的毗婆舍那，或是律论的毗婆舍那，那还有像是正理海等等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宗喀巴大师在讲述的时候呢，一开始呢都会先讲述一个总说，然后呢引用呢佛陀所讲的经典。以及呢，祖师所讲的印度的这些大成就者呢所讲述的论点之后呢，然后最后呢就会，然后再引用呢解释世论是如何的去做解释。那最后呢就会做一个总结，就是如果说将上述的内容呢，我们要结合心绪呢，该如何去做结合？所以透由这些内容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闻思修它的次第呢是决定的。从我们听闻之后呢，去做施者，施者之后呢，最后透由在的串习呢来做一个修行。所以我们所要修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所要修的内容呢，就是我所施者的这一些。那我所施者的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所施者的内容就是从我所听闻的法之中而来的。所以无论是透由哪一种次第呢，我们最后学习哪一种法呢，那到最后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结合于我们自心的相续。无论说呢，我们所听闻的呢是听闻两种无我也好，或者说呢讲述慈心也好、悲心也好，或是无常也好，或是四谛、二谛，乃至于说在讲述空性也好，那我们所听闻呢，听闻之后去做施者，那最后施者呢，就是要把它结合于心绪。那结合心绪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行。所以最后呢，就会总摄到说，那我们学了这些之后呢，该如何修行？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是要从自身呢去认识两种我执，也就是从自己的心绪呢去了解我执，而不是呢从其余的外境或者说其他的补特伽罗呢去观察说，哦，其他的补特伽罗呢，那它是否呢是无我，它是否呢是自性成立的，乃至于说呢，其他的这些外境，像是瓶子或是柱子等等呢，它是否呢是自性成立的？一开始去做空性的观修，或者说两种无我观修的时候呢，并不是从这种方式呢去了解，而是呢是要观察心绪中自己呢，就是我心绪之中的我执呢，它所执持的这个我呢，到底是否是自性成立的？那他所执持的这个自性成立呢，是否如同我心绪之中我执呢所执持的自性成立般呢？它是否是如是的自性成立？是要从这种角度呢去做观察，或者说呢，观察我心绪里面的萨迦耶见呢，他在执持我或者是我所的时候呢，他是否是把我还有我所呢，把它执持为自性成立？那是否如同萨迦耶见般执持自相续的这个我，是否是如同他执持一般的自性是成立的呢？是要从这种角度呢去做观察。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里讲到说，宗喀巴大师告诉我们该如何修持的时候呢，是讲到说要去认识呢自身之上的两种我执。那这个呢，就我们之前在讲述到说入中论的一开始呢，就是在礼敬三种悲心的时候呢，那我提到说，那我们要升起呢，就是缘众生的这种悲心。那缘众生的悲心呢，该如何的产生呢？就是同样呢，一开始我们也是要去观修呢自心绪之上的悲心。自心绪之上的痛苦。那了解了自心绪之上的痛苦之后呢，那你会升起一种想要脱离痛苦的心。那有了这个之后呢，你先了解自心绪的痛苦之后，那你再去观察他有情的这种痛苦。虽然说他有情的痛苦呢，并不会，他的苦呢，并不会在我身上产生，但是你透由这种同理心呢，去观察他有情痛苦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更容易升起一个想要让他有情呢，能够快速远离痛苦的这种悲心。所以宗喀巴大师在前面呢讲述归敬颂讲述悲心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说，我们所观修的悲心呢，你要从自心开始呢，先去做观修。所以同样的呢，在讲述到空性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你要先从自心绪之上的我执呢，先去了解，先去认明自心绪之上的我执，然后再去观察说，这个我执所执持的谛实呢，是否是真实的存在。同样的，都是从自心绪开始呢去做观察的。所以就像我们在观修悲心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有情呢，就是他的手断掉之后，他断手的这种痛苦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心绪里面呢升起如同他一般的就是手断掉的这种痛苦的感受的话呢，那我是无法升起一个呢，希望说他能够快速从断手的这种痛苦呢脱离的这种悲心，我是没有办法升得起来的。所以我们想要如实的升起悲心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心绪里面呢，自己先升起的。如果呢，我的手和他一样呢，断掉的时候呢，我会有多痛苦？这种感受，同理心呢，要先升得起来。因为这种同理心升起来之后呢，你知道了这种痛苦之后呢，你才会想要说赶快的脱离这样子的痛苦。那你升起来想要赶快脱离这样痛苦的时候呢，你有这种感受，你才能够把同样的感受呢，转移到他有情之上。所以这边呢，就讲述到说呢，我们在认识两种我执的时候呢，要从自身呢去了解。因为呢，我们如果只是透由理路呢去观察他有情心绪之中，这个有情它是否具备我执，那这个有情呢，它的我执呢所执持的我呢，是否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我们仅观察他人有情的时候，对我们的内心呢是没有办法升起这种动转的。所以呢，一定要先在自心绪呢，先了解到说，我呢会在轮回里面不断流转的根本是什么呢？不断流转的根本呢，就是因为两种我执的缘故。因为有了两种我执缘故，它才会产生一切的烦恼。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我心绪里面呢，就是制造烦恼的工厂呢，就是两种我执。因为两种我执在的时候，只要这个工厂在的话呢，它就会制造出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些烦恼。所以我想要断除这个烦恼的时候呢，我就一定要先把这个工厂给关闭。所以我要先了解到说呢，两种我执呢，它的过失呢，以及说两种我执呢，它是错乱之、颠倒之这一点呢，我一定要先了解到。就如同说，一家呢，就是在制造一些不好东西的这个工厂呢，那你想要让这家工厂能够关闭的话呢，那你要先去找说它的哪一些规定呢，或者说它所做的哪一些呢，和国家的法令呢是有相违的。那你唯有了确切的证据之后呢，你才有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然后让这个工厂能够关门。那这个工厂关门之后呢，他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无法产生。所以我们仅仅是观察他有情心绪之中的我执呢，执持的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动转到自己的内心。所以唯有从自心去观察呢，你了解到说，哦，我心绪之中的这个我执，它为什么是轮回的根本？那因为它呢会制造出这样的烦恼。你唯有确切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你才会想要去断除对治我执。那要从呢，就是自身认识两种我执，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呢，我们心绪之中，我们大部分升起的烦恼呢，都是由贪嗔而生。那贪嗔呢，就是透由愚痴而生。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最主要的烦恼呢，是来自于三毒。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以我们一天，我们可以观察一天里面呢，其实我们现行最强盛的烦恼呢，就是来自于贪和嗔。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知道说，我今天呢，要么就是欢喜的时间有多少，那不欢喜的时间有多少。那你去观察说，为什么会不欢喜呢？
不欢喜最主要的因呢，起因呢，就是来自于嗔心。那去除了这些不欢喜的呢，那就是我们升起欢喜的时刻。那我们升起欢喜的时刻是从而生呢，又是从贪而生。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一天呢，就是最强猛现行的烦恼呢，就是贪和嗔这两者。那所以呢，我们一天里面呢，就是当我升起安乐、升起欢喜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由贪而生。那这个贪呢，大部分呢就是透由我们的亲人以及家人呢而生的，就是因为呢，他帮助你呢，或者说他对你好呢，所以你自然而然透由这一层关系呢而升起的安乐。那有一些呢，或许并非是我们的亲人，或是并非是我们的家人，但是他可能就是赞美我，或是利益我，或是呢帮助我，对我给我一些好处的时候呢，那我就由此呢而升起，因为贪的缘故呢而升起了这些安乐。那当然不一定说我们这些所有的心呢都是贪，虽然说不一定全部都是贪呢，不全是贪，但是呢它总是为贪所摄食，它总是呢掺杂着贪，所以我们的安乐呢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贪心。那同样呢，我们心绪之中的嗔心呢，就是来自于我所不喜欢的这些人，我的仇人等等的。那他可能会恶口的谩骂我，或者说呢伤害我，或者说呢就是诽谤我呢，由此呢让我不欢心，所以由此呢而升起贪心，或者说呢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并不是真心的，就是并非是我所认识的人，也不是我的仇人，但是他也不是真的想要伤害我，但是因为我心绪里面非理所以的缘故呢，因为这些人，所以呢我有可能会产生嗔心。就像呢比如说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那餐厅里面的老板也好，或是员工也好呢，如果说我们觉得说他的服务呢不服顺我心里面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他的这些行为你看不过去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呢就由此而升起了嗔心。或者说呢，你觉得这个老板呢他很会讲话啊，然后很会招待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会因此而升起了贪心。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天里面呢所有的开心或者说不开心呢，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贪心以及嗔心这两者。那我们这里呢就讲述到说，那我们如何升起贪心的呢？那贪心呢，大部分呢就是对于说我们能够升起贪心的这个乐意境呢，对于这个乐意境呢非理作意的缘故，因为非理作意之后呢，我们就会去争议这个乐意境，然后因为争议这个乐意境的缘故呢，所以由此呢而增长贪心。那这样子呢和我执之间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因为我们讲到说呢，我执呢是根本，因为有我执缘故呢，才会产生贪心、贪心或是嗔心。所以这边要讲述就是说，当我执能够遮止之后呢，因有我执所产生的贪嗔呢，它自然而然就能够遮止。那是如何的遮止呢？就比如说我们以嗔心来说的话，当我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人他对我来说是不愿意近。那把它指为不愿意境之后呢，又因为我心里面的这种非理所以的缘故呢，所以就会去争议这种不愿意的感觉。那争议了这种不愿意感之后呢，自然而然呢就会对他升起嗔心。那和我执他如何去做连结的呢？就是呢，因为我们心绪里面呢，就是有我执的缘故，那我执呢会把这些境呢支持为自性成立，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说，他这个不愿意境呢，我所讨厌的这个人呢，这个不可爱境呢，这个不愿意境呢，他的自性呢就是如此的坏，他的自性呢就是如此的不好，透由这种我执呢去支持的缘故，所以我更加认定呢，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他就是我不喜欢的人，就是我会讨厌的人，所以由此呢，你遇到这个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的嗔心呢就因此而升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因为我执的缘故呢，我会对于这个所谓的不愿意境呢，我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它就是自性成立，它原本的体性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会产生一种坚固的支持。因为这种坚固支持的缘故呢，我看到能够让我升起嗔心的这个对象呢，我只要一看到他的时候呢，我内心呢就自然想要和他抗争。他讲一句话呢，我立刻就能够回一句。那这种呢，就是往往呢，就是因为我执所造成的。因为你对他的印象呢，你就觉得说，就是坚固的支持，他就是这种不愿意境。对我来说，他就是这个不愿意境。但是我们如果从人生的经验呢，就是去思维的话呢，你会发现说，他真的是如此的坚固吗？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不愿意境呢，它并不像说我所支持这一般呢，是如此的坚固。因为呢，你知道说，它并不是永远都会这么坏的。因为我们讲从人生的这种经验来说的话呢，我们知道说
有一些人呢，在你的前半生呢，他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到后半生呢，变为仇敌的这一种呢，非常的多。乃至于说前半生呢是你的仇人，但是后半生呢变成很好的朋友呢，这种状况呢也是有的。但是呢，当我们把他指使为仇人的时候呢，我的内心呢，并不会升起这种想要化敌为友的心。为什么？就是我执缘故。所以因为有我执，我自然会产生这种坚固的支持，觉得这个呢，就是会伤害我的人，他就是对我不好，他就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呢是没有办法去动转的，因为我执的势力太强的缘故，所以就会产生这种坚固的支持。支持呢，他就是我的敌人。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升起贪心或者说升起嗔心的时候呢，我们再分一点心呢去做思维，可以想到说，其实这个人呢，他是否就是如同我所见到一般呢，如此的坚固的就是我的敌人，并不是的，因为他将来呢，有可能呢会变成我的好朋友。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做观察。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大部分呢会升起，我们大部分呢就是不开心的这种情绪呢，大部分呢是由嗔心所产生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去对治呢？这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呢，嗔心的这个劲呢，它其实并不是说如同我支持这一般，它是不愿意，是如此坚固的不愿意，并不是的。因为我知道说，这个不愿意的这个劲呢，它也是为我的心呢去安利的，是我的心把它安利为不愿意的。并不是说对方他的体性、他的自信呢本身就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并不是。那为什么我会升起嗔心呢？我会嗔心最主要所支持的劲呢，就是支持呢它是一个不愿意的劲，而且呢是坚固的支持这种不愿意，所以由此而产生嗔心。但是我们学了就是空性的道理之后呢，你知道说这个不愿意的劲呢，它并不是说自信本身就是这样的不愿意，而是由我的心呢去把它安利为不愿意的。那既然是我的心把它安利为不愿意的时候呢，我的嗔心才会牢牢的抓住了这个不愿意劲呢，由此呢而升起这种强烈的嗔心。但是你现在知道说，这个不愿意劲呢，并不是自信的不愿意，而是唯有我的心去安利的时候呢，那你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嗔心它的所缘呢，这个坚固的是不愿意劲呢，就会有所松动。那你所支持的，你发现说，哦，它的体性并不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的时候呢，那自然嗔它的所执呢，自然而然就会消失。那这种嗔的所执消失的时候呢，由此不愿意劲而产生的嗔心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所以呢，上述呢就讲到说，我们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它是如何呢去对治所谓的贪嗔的？它对治贪嗔的方式呢，就是像我刚刚讲述的方式呢去做对治的。所以这边才开始呢，就讲到说，对于自身呢要去认识两种我执，要从自己的相续呢，从自心去观察说，哦，我心绪里面的两种我执呢，它是如何去支持外境的，而不是呢不观察自心相续的这个我执，而去观察呢，哦，这个人呢他是否有升起我执，哦，这个人他已经升起了我执，那他的我执呢是去如何去支持这些外境，把这些境呢支持为志向成立的。如果说我们去观察外人的时候呢，我们内心是无法升起这种感受的，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说别人他的感受是什么，你怎么去观察到说，哦，他升起的我执呢是如何去支持外境的？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我执是如何支持外境的时候呢，一定要从自己心相续呢去观察说我的我执呢是如何的去运作的，他怎么去支持这个境，那他如何去做支持。你唯有内心升起这样的感受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做断除，而不是看他人心绪之中的我执呢如何去支持，一切法呢都是地持成立，这样子呢是没有办法转动我们自己的内心。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大家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呢，那你们吃的这个冰呢，你觉得说，哦，这个冰淇淋呢，它到底是有多冰，还是说呢，它到底有多甜呢？就是你们在吃的时候，我是完全无法了解到说，哦，你们吃冰淇淋呢，产生什么样的这种感受。到底是有多甜有多冰，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顶多就是看到说，哦，各位在吃冰淇淋之外呢，但是你吃这口冰淇淋，你觉得有多甜有多冰，我完全都不能知道。我所能够知道的呢，就是当我自己在吃冰的时候呢，我可以感受到说呢，哦，这一支冰呢，它到底是有多甜，它到底是有多冰。所以我们只能够了解自己相续的感受之外，
无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呢为何。所以同样呢，如果说我们从他人心绪之上呢去观察说，他的我执呢是如何的升起，他的我执是如何支持外境的时候呢，因为内心没有办法升起感受的缘故，所以你并没有办法去遮止掉所谓的我执。所以我们想要遮止我执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自性相续去做遮止。因为呢，你要先了解到说，自性相续的这个我执呢，你想要遮止掉我执它所支持的这个境呢是自相成立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到说，那我心绪的我执呢，它支持这个自相成立的时候呢，它是如何呢去做支持的？你唯有了解到这一点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断除自心绪的这种自相成立的执着。所以我们在讲述到说呢，透由空性呢去对治我们心绪之中的烦恼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空性它是如何对治嗔心的呢？因为空性呢它本身具有很大的加持力的缘故，因为这样大加持力的缘故呢，所以它就让我们心绪之中的自相成立的执着呢就慢慢的变少，并不是这种方式的，而是呢空性它在支持的呢，它是支持呢这一法呢，无论说我们所支持的境是越业境或是不越境的时候呢，它在正的空性的这智慧在支持的时候呢，它因为是一个无颠倒的这种了知，毫无错乱的这种了知缘故，所以他在支持境的时候呢，是支持这些境呢，它都是自相不成立的。那这就跟我们的贪心或是嗔心呢，在支持境的时候呢，是把这些境呢，都把它支持为是自相成立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两个所升起的这个形象呢，是同一个境，两个升起的形象呢是完全颠倒的缘故，正相违的缘故呢，所以才说透由观修空性呢，能够去正对治我们的烦恼。最主要的原因呢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在讲说因为烦恼背后的势力呢比较强大的缘故，或者说呢正的空性智慧的智慧呢，它背后的势力呢比较强大的缘故呢，所以正的空性的智慧呢，它可以去压服烦恼，并不是这样子的方式。最好是说他们是同一个所缘境，但是对于这个所缘境呢，他们所支持的方式呢是完全截然相反的缘故呢，所以无颠倒式的正的空性的这个智慧呢，它自然而然的就能够去对治呢，就是支持颠倒的这一种，像是贪心或是嗔心，因为都会把这些境呢支持为是自相成立的嘛。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透由空性呢去对治贪嗔呢，对治烦恼呢，并不是像说冷热这种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冷热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它是用强力的这种，比如说呢，在同一个杯子里面，在杯子里面呢，你觉得说它不够热的时候呢，你多加热水的时候，因为热的力量变多的时候呢，那这个水它自然就越来越热，那这个冷的这个力量呢就越来越小，或者说呢你多加一点冷水的时候呢，那冷的力量呢就变强，那热的力量呢就变弱。所以冷热相违呢，是因为说它背后的力量的强弱的问题，你的冷的力度呢越强的时候呢，那热的力量就越小，热的力度越强的时候呢，冷的力量就越小。它是因为力量强弱呢去区分说它的强弱，但是呢在讲述到空性呢，它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并不是这种强弱的原因呢去做对治的，最主要是呢说在它的所缘还有形象之上呢，因为正的空性的智慧呢，它是一个正确的了知，那是正确了知的缘故呢，它对于任何的这种颠倒的了知呢，它是能够完全去做压服的，并不会说这个颠倒的了知好像比较强大的缘故，所以正的空性的智慧呢就无法压服，并不会的，只因为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正确的了知，因为正确了知的缘故，它是完全了知这个境呢它真实的这种状态，跟我执呢去了知境的时候呢，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呢去做认知的，所以当你正确认知完全清楚这种正确认知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就去除掉了没有办法正确认知的这种了知。所以呢，就讲到说呢，要从自身呢去认识呢，就是自己的心绪之上呢去认识两种我执。至于自所物质之事呢，就想要说，对于呢我心绪之上的这个我执呢，所物质的是什么呢？所物质的这个东西呢，物质之事呢，这个事指呢就是自相成立。对于我执所支持的这个自相成立这一点呢，然后去抉择到呢，非如支持般呢，它是实有的。就是讲到说呢，我们在讲到说我执所支持的这个我呢，
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自性成立的我是如何存在呢？就是不需要观待而自性成立的这个我呢，它是否是存在的？那这边讲到说呢，就是至于智所物质之事，就假如说呢，我执所执持的这个自性成立呢，抉择非如之有，并不是说透由我执呢去抉择到说呢，它呢是否是错误的这种执着，是否如同它执持的一般呢，就是自性成立的我呢，是否是存在的，并不是说透由我执呢去做抉择，而是说，当我们了解了我执之后呢，你知道说我执是如何执持这个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呢，再分一分呢去观察这个我执呢，就是说他所执持呢这个境呢是不需要观待而自性成立的这个我，那如同是否如同我执所执持一般呢？所谓的我呢，是不是不需要观待而能够自性成立的这种状态的我呢？它是否是存在的呢？并不是说透由我执呢去做抉择，我执去做观察，而是你在了解我执如何执持之后呢，你心呢再分另外一分呢，然后去做这样子的观察。所以呢，接下来就讲到说呢，若不尔者，唯于门外破例。那这个唯于门外破例呢，就讲到说呢，我们并不是呢，就是观察自心虚的我执呢是如何去执持这个不需要观待而自性成立的我，而是呢去透由各种的正因或说各种的成立语呢，然后去成立到说这个我执呢它应该是不存在的。我执的所执境呢，这个我呢，它应该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如果我们仅仅是这样子去做观察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真正了知到说自心虚的这个我执，它是如何呢去执持这个我的。所以这里才讲到说呢，如果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去观察呢，仅仅是透由各种的论事，或者说各种的成立语呢，然后用各种的理路去成立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就像在门外呢去做破例，它没有办法呢对我们的心绪呢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唯于门外破例，全不得要领。如贼逃林中，于林外追寻也。就如同说呢，我们在抓小偷的时候呢，那人家跟你说呢，小偷已经跑到森林里面去了，但是呢，你在找小偷的足迹的时候呢，你在草原之上呢去找这个小偷足迹的时候，那你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抓到这个小偷的。所以我们想要认清我执的时候呢，一定要从自心相续呢去观察之外呢，你没有办法从外在的这些事物，或者说其他普通的起我呢，它的我执是在如何执持外境这一点呢，没有办法从这些之上呢，真实的去了解到说我执呢是如何去执持外境的。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你知道说呢，小偷呢，他是在跑到森林里面去之后呢，那我们要追小偷，就要在森林里面呢去追寻之外呢，而不是在森林之外的草原呢去追小偷。所以我们想要认识呢，我执呢是如何执持这个境的时候呢，就要从自心绪之上呢去观察说，我执呢它是如何执持自性成立的这个境。所以在讲述到说呢，我们要证得空性之前呢，一定要认明所破，因为呢，没有认明所破之前呢，你是无法呢是证得空性的。那在认明所破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呢，去透由我执呢去观察，不是透由我执去观察的，而是说我们要透由新的另外一分呢去观察。那这个譬喻呢，就如同说我们在学习摄摩他的时候，在讲说，当我要去观修摄摩他的时候呢，那如何升起摄摩他？我的心呢是否专注于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心需要分出一分的正知呢去做观察，看说这个时候我的摄摩他在缘这个境的时候呢，是否已经开始升起了沉掉，或是我的心是否有散乱的时候呢，都是要透由这个正知呢去观察。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说认明所破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由我执去抉择说他所执持的境是否是正确，是否是错误，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内心呢又分一分，就如同正知这个样子去观察到说，那我执在执持这个境的时候呢，是如何去做执持的。所以这边所讲述的观察呢，是如同于正知的这种了知呢去做观察以及抉择。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如谁逃于林中，于林外追寻呢，就是全不得要领，就是这样子呢是完全无法了解到空性真正的意思的。所以呢接下来就讲到说，若能善知实知，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在心绪之上呢能够了知到说我的我执呢是如何执持这个我，就是自相续的这个我呢，就是透由认明所破之后呢，透由
认明所破的这个了知，去观察呢我执呢是如何执持呢，就是不须观待而自性成立的这个我，它是如何去执持的。如果能够了知这一点的时候呢，若能善知实知，能够了知到这个我执还有实知，它是如何去执持这个境，它所执持的境为何，你清楚的了解了所破以后呢，则知有无量分别，非二我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很清楚了解到说呢，你心绪中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分别知呢，它并非呢是属于我执，因为呢，你了解到我执所执持的境为何的时候，你再去观察，你会发现说，我所升起的这些分别知，不一定全部呢都是去执持到不需要观待而自性成立的这个我，你就能够非常的清楚了解到，除了两种我执以外呢，其实我的心绪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不是我执的这种分别知呢，你就能够清楚的了解。那这边呢，就是仁波切说，他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呢，就是有遇到一个人的，然后这个人来见仁波切，然后呢，他就跟仁波切起来说呢，他已经证得了空性。那他证得空性之后呢，那接下来他要如何的做修持？那他就跟仁波切这样起白道。那仁波切就说，如果呢你真的证得空性的话呢，就是我非常的随喜，但是对于说你证得空性之后呢，该如何的修持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没有证得空性的缘故，所以呢我也无法很清楚的告诉你说证得空性之后呢该如何的学习。但是呢对于你证得空性这一点呢，就是我是真的升起随喜。但是呢证得空性以后，你应该是去跟你的上师起白，就是教授你如何证得空性的这些上师呢，你要跟他们起白，然后告诉他们说呢，就是你证得空性呢是怎样证得的。那你这样去跟上师做起白的时候呢，那一方面呢，就是上师呢他会给你呢就是新的这个教授，而且呢也因为起白上师的缘故呢，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所以呢，如果证得空性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找就是自己的上师，赐予你空性教授的这些上师，然后好好的呢去跟他做起白，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那你呢一方面赐予你加持，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清楚的告诉你说，你证得空性之后，那接下来的修行该如何的修行呢？他会给你更清楚的这种教授。那所以呢，这边就告诉我们呢，就是在证得空性之前呢，就是认识所破的这个心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这时候呢，就是在关于这部分呢，我们在阅读富士山尊的经典的时候呢，最容易产生的一个疑惑呢，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讲述到说认明所破的这个心呢，刚刚讲到说，就是它是要有一个在我执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去观察到说，我执呢它是如何执持这个自性成立的这个境的。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探讨到说呢，那认明所破的这个心呢，它到底该如何的去安立？那就前面已经讲到了，你不能安立我执，因为我执它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的了知，所以你不可能透由这个颠倒的了知呢去做抉择。所以呢，就去除到了呢，我执呢是认明所破的这个心。那有的人呢会说是证得空性的这个智慧，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说，在升起证得空性的智慧之前呢，会要先有一个认明所破的这个心。所以如果你把认明所破的这个心呢，把它说是支持证得空性的这个智慧的话呢，那就变成说认明所破跟证得空性呢就是同时的，所以这样子去安立呢也不合理。所以到底认明所破的这个心呢该如何的安立呢，在辩论上呢就是会有很多的探讨。那同样呢也会去探讨说呢，认明所破的这个心呢，它到底是量呢还是非量？那它到底是现前呢还是分别呢？那就是呢有各式各样的探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往下去看，就讲到说呢，若能善知实知，则知有无量分别，非二我知。就讲到说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呢，就是认明所破之后呢，你知道说你所要破的这个我执呢，它是如何去持这个不需观待而自性成立的这个我的时候，那你就了解到说呢，那除了两种我执以外呢，其实我心绪里面呢还是有非常多就是不属于我执的这种分别知。那如果说不是属于我执的这种分别知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所支持的境呢，并不是错误的境。那这个时候呢，就不需要去遮止一切的分别，因为呢，有一些是在解释的时候呢，是说到凡是分别作意呢，皆须遮止。因为你唯有遮止了一切分别之后呢，那你才能够去了知诸法的实性。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呢，既然我们认识了所破之后呢，你知道说
并非所有的分别心呢，它都是去支持这种错误的境的时候，就表示说，并非所有的分别知呢都是你需要去断除的，因为有一些分别知呢，它是正确的了知，它所支持的境呢也是正确的，它并不是支持呢所有的分别知，它所支持的境呢都是去支持这种不虚观待而成立的这个我的时候，那这种正确的分别知呢，它是一种服顺于意的了知。那既然是服顺意的了知呢，就表示说它也可以不断的增长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转变为就是一切片质的这种体性。所以不是说一切的分别呢都是需要去遮止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当我肚子饿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今天早上也没吃东西，中午也没有吃东西，那晚餐呢也没有吃的时候呢，那到晚上呢我就觉得肚子饿。那我觉得肚子饿的时候呢，会因为肚子饿呢而产生一种就是肚子饿的这种痛苦。那肚子饿的这种痛苦呢，可能说我会发现说啊，我肚子就是在咕噜叫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痛苦呢，是因为我肚子饿呢所产生的。但是呢，并不是说我感受到肚子饿的这种痛苦呢，并不是我感受到肚子饿痛苦的这个了知呢，他知道说是因为肚子饿的缘故呢，所以我才产生这样子的痛苦，并不是的，这是不同的一个了知，就是感受肚子饿的痛苦呢，它是一个了知。那我们是除了这个肚子饿痛苦的这个了知之外，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心事呢，就是透由说因为我肚子在咕咕叫，或者说想到说我今天早中晚都没有吃，所以我现在这个痛苦呢是来自于说我肚子饿的缘故才产生这样的痛苦。所以呢它是不同的这种了知。但是呢我们在升起就是肚子饿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我所有的了知呢完全都是知道说这个呢是我肚子饿的缘故。其实并不是的，就是在这个同时呢，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心可以就是有分成很多份，所以在这个时候升起的了知呢，有一些他是知道说我这个痛苦，肚子饿的痛苦呢，是来自于我没有吃东西的缘故。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肚子饿的痛苦，这个了知本身呢，他并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是因为没吃饭的缘故，所以才产生的，就是还是有不同的层次的。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就讲说到说认明所破的时候呢，就以这个例子来说呢，认明所破的时候呢，并不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在认识所破的这个时候，所有的了知呢，它都是认识所破的了知，并不是的，而是有一分呢，就是有一分的心在观察到说，这个我执是如何去支持所破的我的呢？它是另外一个了知，并不是同一个我执呢在做这样子的观察，所以这一点是要区分清楚的。那再讲一个就是比较容易了解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在吃饼的时候呢，那我们吃饼的时候，我们的舌识呢会感受到这个饼的味道，你知道舌识会了解到这个饼呢是甜的咸的，那是这个舌识的味道。但是感受到大饼味道的这个舌识呢，它并没有办法认知到说我现在呢在吃饼。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呢，有人问你说你在干嘛的时候，回答说我在吃饼，或者说我在吃饭的时候，那你在回答说我在吃饼或我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了知跟你在感受这个饼味道的这个舌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了知，并不是说我现在透过这个大饼呢，在感受饼的这个味道的时候，所以同样的这个舌识呢，它也知道我现在在吃饼，并不会的，因为它的作用呢，就是去了知到这个饼的味道之外呢，它并不会去思维到说，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吃饼，还是我在吃什么？并不会的。所以呢，从这个譬喻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我正在吃饼的时候呢，升起了就是了知道饼味道的这个了知的时候呢，你也知道说有这个了知，它并没有办法知道说我正在吃饼，所以在吃饼的当下呢，我会升起一个知道我在吃饼的了知，以及呢，并没有办法证得我在吃饼的这个了知。就像说呢，在感受大饼味道的这个舌识呢，它是无法了知到说我在吃饼的。所以如同这个譬喻呢，就是当我在观察呢，我的我执呢是在执持这个自性成立我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我心绪之中所有的这种了知呢，都是在执持这个自性成立的我。就像刚才所讲述到的，我在观察所破的这个了知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升起，就是执持呢，他的境呢，并不是全部都是自性成立的这个我，因为它只是一个在观察的这个了知。所以从这个譬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虽然说我执呢
是在支持自性成立的这个我，但是在我执支持自性成立我的这个同时呢，并不是我心绪里面所有的了知呢都在支持自性成立的这个我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边所讲述到的，就是若能善知实知，就是你如果知道说观察所迫这个了知呢，它并不是我执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呢，还有无量的分别呢，还有很多的分别之呢，它并非是直持的自性成立的这种我执。那最后呢，就是讲到说呢，彼妄执凡分别心所取之境呢，皆是观察正义、真义正理之所获等邪执，皆可断察。所以呢，你透过这样子分别出呢，就是哪一些呢是我执，哪一些不是我执的时候呢，那对于说是我执呢所执取的这种就是自性成立的这种执着呢，我们就可以断除。因为你知道说他所执持的这种呢都是邪执，都可以断除。那讲完这边之后呢，那在藏文里面呢就有讲到一段说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呢，那就是有非常多呢可以做讲述的。那有一些的内容呢，就是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述过了，就在其他论点后大师已经讲述过了。那有一些的内容呢，就是在善显密书的后面呢会去继续的呢做解释，所以在这里呢就不做广解。所以关于了解所迫、认明所迫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善显密书的这些部分呢，我们今天已经全部讲述完毕。就是呢，以上就是对各位呢，就是简单的讲述了，就是说如何去认明所迫。那当然说，除了我做讲解之外呢，那相信各位呢有很多各位自己所依止的这些上师以及善知识。那以后如果大家对于说自己的这些上师或是善知识呢，就是在请示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般呢在问的时候呢，都会问说啊，空性是什么？就是一个基本想了解空性的人呢，在问问题的时候都会问说空性是什么。那当然问说空性是什么的时候呢，那我们大部分在解释的时候呢，是依照这种用经论的方式呢来做讲解，就是经论呢是这样去做解释的。所以希望说大家以后在问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换一个方式去问，就是说要请示自己的根本上师，或者说这些善知识的时候呢，可以请示他们说，就是空性呢是如何去对治烦恼的。因为当你请示问他们说空性是如何去对治烦恼之后呢，除了说经典里面所讲述的这些之后，他会将他们的经验呢告诉我们说，他是用什么的方式，他学了空性之后，他如何用思维空性的方式，他如何去对治他的烦恼，这个呢就变成说他的一种不共的教授。那透由这种经验教授呢，我们可以透由就可以产生更多的这种思维，了解到说，哦，学习空性呢，原来呢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对治烦恼。所以这些对我们的修行呢都是有所帮助的，因为我们最主要学习经论的目的呢就是要拿来修行。但是如果只问一个说哦空性是什么的时候呢，那大部分透由经论去解释的时候，知道一个概念之外，很难真的拿来做修行。就如同说我们在问说哦四谛是什么，二谛是什么的时候呢，那这解释完之后呢，就是依照的这些经教去做解释，就说哦原来这个是四谛，原来是二谛之后呢，好像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把四谛跟二谛呢拿来做修持。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学习了这些之后呢，该如何对治我的烦恼，那透由他们的讲述呢，是能够真正的透由他们的这些经验的教授呢，是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透由就是知道说如何我学了空性之后呢，如何来对治我心灵的烦恼，是真的可以拿来修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像我们去商店也好，或去这些大饭店也好，那我去的时候呢，当我想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很清楚说你买的这个东西呢，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不然呢，比如说我们到一间非常好的这个商店，那你知道说这间店里面卖的东西呢都是很贵的，而且这里面卖的东西呢也真的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好东西你买回家以后呢，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呢，其实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在我们学习了空性以后呢，我们是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它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修行。我学了这个东西之后呢，它如何帮助我呢断除我心绪里面的这个烦恼，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去理解的。因为你只知道说这个东西呢，哦，很贵很好，但是你不会用的话呢，其实对你来说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啊。那这个呢，就如同说呢，哦，我知道说大象很好，然后呢，这个大象呢，我也很喜欢，但是呢，你
并没有去想说你家里到底放不下这个大象呢？你想说哦，我要去买一只大象，那这大象买回来之后，其实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所以呢，无论是我们修习空性也好，或者说修行无常也好，或者说修学无我也好呢，最主要的就是要将我们所学的内容呢，能够结合于自己自心的相续，能够真正让它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对治烦恼。所以呢，尊者呢，以及很多的上师呢，在讲法的时候都在的讲述到说，我们学这些经论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结合自相续，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仁波切好，仁波切，一开始就说今天是要结合自相续学习，可是今天听完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结合自相续，所以想请问说今天谈的是不是我们去观察，不是什么是我执，而是我到底是怎么形成我执的，是这样吗？所以说，对于说我们该如何的呢？结合七心相续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并不需要去思维到说我执呢是如何升起的。那我们要先去观察说呢，就是我们在心绪里面呢，其实最容易产生的就是贪嗔的这种情绪。那我们的嗔心呢，也大部分呢都是因为贪心的缘故，所以由贪呢而生嗔。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去观察的呢，是要去观察是说，当我升起嗔心的时候，我要了解到说，我升起嗔心的这个不愿意境呢，这个不愿意境它本身呢，并不是自性成立的。这个不愿境呢，它是透由我们的心去安立之外，它本身并不是这种不愿意的体性。这个呢，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当你呢真的能够了解到说，我升起嗔心呢，是因为说嗔心所支持的这个不愿意境呢，它并不是自性成立的时候呢，那既然它不是自性成立的时候，你知道说它只是我们的心去安立的时候呢，那你了解这一点之后呢，透由长时间串习以后，那你因为这个不愿意境所产生的嗔心呢，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消除。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境呢，它并不是像我的嗔心呢所支持，一般就是它的体性就是如此不愿意的时候呢，当你能够了解这一点，然后透由你在的思维在串习之后呢，那你因为这样子而产生的这个嗔心呢，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消除。那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比如说呢，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我手上呢可能要拿着一些吃的或是喝的，但是因为很拥挤的关系呢，所以走在路上，所以经过某些人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是肩膀撞到我，那导致呢我手上拿着这些食物掉到地上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升起嗔心？那我们被撞到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里面呢就升起一个这个人他干嘛故意撞我？他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人，他就是想对我怎么样？我们的心自然而然就升起了这样子的心嘛，所以才会由此而产生这个生气的情绪嘛。所以当他撞到你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心里面呢直接产生的这种就觉得说，就开始给这个人呢就安利说，这个呢就是一个我不喜欢的人，这个呢就是伤害我的一个人，他就是来撞我的这个人，然后我心里面呢就会支持这一点，而且是产生这种强烈的执着。所以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呢，我就会跟我的家人说我今天在路上呢遇到了被某某人给撞到这个人实在是很不好怎样怎样，我们就会开始讲了嘛。然后讲的时候呢，那你可能有照片的时候呢，你可能就给家人看说，你看就是这个人，今天就是因为这个人呢撞到我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你就开始批评他嘛。那等到你家人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这个人其实我认识，他是我认识的某某人的什么亲人什么时候这个人他怎样怎样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好人。当家人跟你这样去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很强烈支持他是不愿意进的这种心呢，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消除，自然就会开始消除，而且我们内心可能会升起一种不好意思的这种感受，就是很不好意思，觉得说把人家想的这么的坏，就是这种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我们会升起的这种反应。所以从刚才这个例子呢，我们就要说，一开始我们被这个人撞到的时候呢，我们心绪立刻呢就会去支持呢，这个是不愿意的，而且呢，你支持这个不愿意境的时候呢，你会支持说它就是一种坚固的不愿意境。但是当你回到家以后呢，别人跟你解释之后呢，如果说他是如是的这种坚固的不愿意的话，那照理说他是不会转变的。但是别人一跟你讲述之后呢，你内心的这种对他
认为它是不愿意境的这一种感受呢，自然而然就是消失，快速就消失。所以由此就可以成立说呢，这个不愿意境呢，它本身并不是自性成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不愿意境呢，它并不是自性成立的，它仅仅呢只是我唯心呢去安立的这一点。那透由这样子的经验呢，我们就可以结合于自己的心绪。那刚刚呢是讲述到说好的这种方面，那如果说同样呢从不好的方面去做思维的时候呢，就是你撞到这个被这个人撞到之后呢，你内心就已经对这个人呢就是产生这些不愿意，就是可能你内心就有一点不爽了。那等到呢你回到家以后呢，你把照片给家人看以后呢，那家人就说哦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以前呢又对我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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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别人这样一讲的时候呢，我们又去争议这个不愿意境，所以这个不愿意境从对他10分的不爽，可能就变成100%的不爽。就是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它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它并不像你支持那样子坚固，它是会随着你的分别心去是增益或是减少的。所以这边想说到说，我们修学空性呢，是如何对治我们的烦恼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呢去做思维。那至于说呢，我们在我执呢，在生活中出现呢是什么样子？就是说，当我执产生的时候呢，我对于说我执所执持的这个境呢，我自然而然就是会很自然去执持呢，它是不需要关待，然后呢是自性成立的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我执。所以，无论说你所执持的这个境呢是好的境也好，或是不好的境也好，或者说呢中庸的这种境也好，凡是呢你去执持到说它是不需要关待而成立的呢，那就是升起我执的时候。那我们要发现说我执呢，还是找出我执的是什么，又如何执持的呢？那这边最主要讲说我执呢是如何执持的时候，就讲到说我执呢，你要先了解到就是我们前几堂课所讲到的，那要先了解到说我执的所缘呢，就是我。就是我执所缘的这个我呢，就是自相续的这个我。那我执持了自相续的我之后呢，它所现起的形象是什么呢？它所现起的形象呢，就是不需要关待，而在静自性成立的这个呢，就是所谓我执的这个形象。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呢，就可以去观察说，我呢心绪之中我执是何时升起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问到说，就是桌上呢有一盘葡萄，那一个人呢，因为他是闭眼睛去触摸的缘故呢，所以因为他不知道他摸的是什么东西，他可能由此而升起害怕。那另外一个人呢是打开眼睛，那他可能因为喜欢葡萄缘故呢，所以他去摸这葡萄的时候呢，他会升起这种悦意的这种感受。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手去摸同样的境，但是两人所升起的感受呢是完全不同的。那这两人的感受呢，就是有对或是错的差异嘛？那如果是错误的感受的话呢，是否是我执？那这个我执呢是如何的升起？以及说，如果说这种感受呢是正确的这种认知的话呢，那它又是如何升起的？那我们先讲呢，就是说有两个人嘛，那一个是因为眼睛闭起来呢，去触摸而感受到害怕。那我们先讲这个，就是这个人呢，闭眼睛呢去触摸的这个人呢，他所生的这个认知呢，到底是正确的呢，还是错误的呢？最主要呢是关在于说他的心呢是如何去安立的。那我们先讲说他为什么会升起害怕的这种感受呢？会升起害怕最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非理作意的缘故。因为非理作意的时候呢，他因为不知道他要摸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内心呢会升起一个疑惑，所以这个时候他升起他内心最主要的这个了知呢，其实应该是疑惑的这个了知，因为他不知道说我要摸的这个东西呢，到底是好的境还是不好的境，还是我害怕的境呢？他是完全不晓得的，因为他升起这种疑惑的时候呢，那当他把这种境呢，就是所对的这个境，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是水果的话呢，那应该是不会产生害怕的境。但是你把这个水果本身这个不会产生害怕的境呢，你把它执持为就是会让你害怕的这种境的时候呢，那这种认知呢，就是错误的这种认知。但是他这种错误的认知呢，是属于我执吗？并不是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呢，它只是透由因为非理作意的缘故，就是它因为你本身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
你内心呢就是产生怀疑，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水果嘛，所以你觉得说，哦，这可能是会让我产生害怕的一个东西，因为它真实上它是水果。那你平常呢没有闭眼睛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水果，从意识上来说呢，你并不会看到水果你就害怕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它本身是一个不会让你产生害怕的境，但是因为非理作为的缘故呢，所以你把它执为或是怀疑为会让你产生害怕境的时候呢，所以当你把它执持为从怀疑呢，然后执持为说这个是错误，这是会让你害怕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成为是错误的境。但这个错误的境呢，它是否是为我执呢？并不是。就像是呢，我们比如说在晚上呢，很黑的这个夜晚，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呢，然后可能有动物从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这种，就突然经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吓一跳。那这种也是害怕嘛？这种害怕的这种感受，或者说这种了知呢，它并不是我执。那虽然说呢，害怕本身并不是我执，但是呢，这个害怕的源头呢，还是因为我执呢而产生的。就是呢，今天呢，能够为各位讲述呢，就是这些空性的这个内涵呢，那最主要呢，是因为我上师的恩德，那就是因为有上师的恩德呢，所以我现在才有幸呢，能够为各位讲述。因为呢，对我自己本身而言呢，其实我就是什么都不了解，而且呢，我也没有升起如是的智慧。但是呢，我现在能够在这边呢，就是为各位讲述以及讲解呢，那最主要的都是因为我的上师。尊者，然后还有像是我最主要的经教师呢，就是洛桑圈里仁波切呢，最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位的恩德呢，所以我才能够为各位做这样子的解释。那同样的呢，我为各位做解释呢，也是因为也要非常的感谢各位，因为呢有各位的缘故呢，我才能够再次的复习呢，就是这种空性的这种教授，而且呢能够从头呢再看一遍，然后呢再为各位做讲解。所以我们因为各位呢，还有我们呢，就是因为大家共业的缘故呢，所以我们造下了呢，就是非常深厚的这种善的习气，所以我们要将我们这个善的习气呢，就是好好的来做回向，就是希望呢，就是世间呢不要再有这些战乱呢和疾疫。那同样的呢，也是来回向呢这些持教的大善之事呢都能够长久住世。那同样我们也要好好的去回向呢，用我自己呢，就是用我们呢在生生世世呢都能够不断的呢对于空性来做闻思修的这种形式。那就是透过这方面呢，我们好好的来做回向。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是一样，就是回去呢，就是讲述心类学的内容。那对于说就是这段时间呢，就是讲述空性，因为我本身呢并没有如是的正量，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凡夫，所以讲述的内容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错误。那如果说有错误的地方呢，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对于心类学呢，就是我们商谈，就是之前呢，就是已经讲到最后面心心所的部分。那心心所部分呢，并没有很多，所以心心所的部分讲述完之后呢，那我们之后呢，就是开始讲述中义的内容。虽然说之前我们是安排就是第3年的学士呢是学习就是释量论的第2品，但是释量论的内容呢真是太广了，所以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去做讲授，所以后来呢就想说那收摄就是来讲述中义好了。因为在讲述中义的时候呢，我们释量论里面最主要的见解呢，或者说讲述到经部宗和唯识宗呢，它共同的这些见解呢，我们在讲述四部中义的时候呢，都可以适当的把适当的内容呢，就是拿出来做探讨。那乃至于说呢，在之后学到现观以及中观的部分呢，都可以再的去做探讨。那讲完，因为中义的内容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就看在同一年，就是第3年的学程里面呢，我们是不是讲完中义之后呢，再继续来讲述地道的内容？因为地道呢，它是我们学习现观的一个根本，所以呢，地道呢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在第三年的这个学程里面呢，将中义以及地道的内容呢讲述完毕。